林依晨与张彬彬主演的大陆古装剧《小女花不弃》先前播出完结篇，但结局草率没交代清楚，好人全部死光光，受到戏迷狂吐槽。现在女主角林依晨也出面回应，如果有不符合大家期待的地方，未来会在下一部制作的戏中去改进。大陆剧《小女花不弃》要好好活下去，我不放手，我不放手。林依晨紧紧握住张彬彬的手，没想到最后依旧掉进古井。大陆剧古装剧《小女花不弃》结局超虐心，不过最后剧情完全没解释的情况下，张彬彬竟然毫发无伤的又出现了。大陆剧《小女花不弃》，这么巧，在下也是连一课大陆剧《小女花不弃》是林依晨睽违多年重返古装剧，播出之后口碑、流量双收，不过却败在结局，像是最后好人全都领便当，剧情草率，让剧迷直呼傻眼。艺人林依晨结局其实他有一点开放，那大家自己去解释想要的哪一种。如果有不符合大家期待的地方，就是我们还是继续向前看，朝下一部制作的戏去补强它的不足。林依晨认为开放式结局也蛮好，只是不少看过《小女花不弃》的原著粉丝都不太能接受，因为小说中主要有4条感情线，有虐心也有甜蜜，书迷看的都很满意。没想到电视版却拍出令人意外的结局，其实不少从小说改编的陆剧都有类似状况。大陆剧《楚乔传》，就算拼了这条命，我也要走出去。赵丽颖在《楚乔传》中饰演一名奴籍少女，与林更新饰演的宇文玥约第4生，也就是小说中的诸葛亮，两人在小说里是圆满结局，但电视剧却改成两人双双坠入冰湖，完全没交代是生是死。大陆演员赵丽颖，这个电视剧肯定会有一些改动吗？但是我又作为一个原著粉丝的心态，又不想改。赵丽颖说自己就是原著的书迷，电视剧改编之后落差太大，导致她没办法好好准备角色，语气透露出似乎有点不满。其实只要是由小说改编的电视剧，都会和原著有所不同，有叫好叫座的，也会有让书迷们不能接受的。要是失去小说的原意，不止书迷粉丝失望，也会连带影响收视率。